一篇舞台剧。哎，还有3个小时，该出发排队去买《熊猴王》限量版题册了。哟，格瑞，这么匆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有急事。那正巧，我也有急事找你。什么事？过2天不是要办学员季了吗？我们文学社的舞台剧还缺一个演员。我看了台本，觉得你演哪个都挺合适的。我没兴趣。真的没兴趣吗，格瑞？哎呀，这里有人知道格瑞是中度晕车吗？要不要我问问？你不用再说了，我真的没有空。格瑞，不用担心没时间。安丽杰，因为等排到你的时候，题册刚好就卖完了。说起来，我听说这次学员季的第1名的节目可以获得特别奖励哦。是什么奖励呢？不过这么大的学校，要满足一个学生对学习的追求，应该是轻而易举的吧？我考虑一下。学员季。哦？哎呀，格瑞，你抽到了什么呀？嘿呀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扮演好的。在下为了背熟王子的台词，通宵3天了，还把亲手做的配件带来了，居然，嘿，哥们儿，王子是我的角色啦！这难道就是命运的安排吗？在下怎么会是魔镜呢？在下不是坏人呐！哟，你就是本女王的魔镜啊！凯莉小姐，你抽到了女巫王后吗？那是，安丽杰跟我说了，最后一张签就是女巫。本小姐就想当坏人。真后悔没早点去问问安丽杰小姐。我也后悔了。那，莱娜小姐，你一定是白雪公主了吧？不是，我和鬼狐大人是一样的角色。虽然是个小角色，但在下已经给他重新编写了合适的台词，相信他一定能变成舞台的中心。哎，那公主的角色不就只剩下男生了吗？这不是很有趣吗？那我多尴尬呀！哥，该不会你是公主吧？不，我是森林里的魔兽。林觉同学，社长，该不会你……我不是白雪公主。唉，还好。等等，那不就只剩……所以说，真是惊喜的结果呢。是我。大哥，林笑来挑衅的菱角海盗团，我已经调查完毕，整理好资料了。这个不急，趁着课间来组队杀一把。帕洛斯、佩利，你们游戏怎么还没上线？哎，来了，老大，我马上过新手教程。稍等我一会儿，老大，我这边软件启动有点慢。今天加德罗斯大人又说了10句值得记录的话，我要赶紧写下来，用到作文里。同学们，虽然还是课间，但老师有件事儿想告诉大家，大家安静点。帕洛斯，你怎么又挂机？实在对不起，老大，我网不好。这次学员季咱们班的节目，老师已经安排好了。帕洛斯，下次我走你前面挡刀吧。还有一句话是什么来着？没有参加社团的同学各自准备好分工，咱们要办一间咖啡厅。饮料的配方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尤其是老师珍藏的橘子汽水配方。我再给你最后1分钟，帕洛斯。帕洛斯的账号有点奇怪。这是一个赚取零用钱的好机会，希望大家好好发挥。我想起来了，糟糕，不小心切错号了。
因为格瑞同学和凯莉同学参加了社团活动，神经药同学又自己申请了单独的项目，我们班人手不足，所以这一次班级的项目是综合下来性价比最高的鬼屋。鬼屋？那不是到我发挥的时候了？金同学好像很感兴趣。是啊，老师，鬼屋的话，我有好多主意。我记得金好像会自己设计一些鬼怪的形象。没错，大家这一次的服装就交给我来做吧。真无聊。如果这个节目可以得全校票选第1名的话，就可以获得特别的学分奖励哦。学分？那倒正好，可以跟格瑞的那个节目比一比，谁能拿到第1名？加德罗斯同学，你很想知道票选的结果吗？啊？是……丽杰同学，天机不可泄露，要为大家的士气着想啊。金，你想好要做什么服装了吗？没问题，就等着我在下一集大展身手吧。神经药同学，你自己单独申请了什么项目啊？我准备开铺子。哦，你准备卖什么啊？9等分的章鱼烧。说起来有点奇怪，今天和帕洛斯做了100分订单，都是同样的套餐，除了